洪荒时代，气候多变，天象极其不稳定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他好多天没晒太阳，快饿扁了吧？好酸啊！没事，我和辟邪去给你抓亮屁虫，抓好多好多罩着你，你就不饿了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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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根本不够啊！嘿咻嘿咻嘿咻咻，粉大个呢？今天也是个阴雨天，歇了。啥东西？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死定了！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这帮毛球子！晒饱了，甜甜的。说出来笑死你们！我就是三足金乌。这灯不错，就是吵了点。雨停了，我们出去玩吧。太好了，此时不逃更待何？你们这群混蛋！辟邪，快来！这边，我们好同步啊！来玩模仿游戏吧，我模仿你，来就来。嘿，粉大哥看起来没啥精神呢。他一直都是面瘫的吧？开心要这样笑。没事，我们来教你做表情。这个是笑。那我也是。摸懂了吗？要不还是学哭吧。辟邪，快给粉大哥哭一个。这个就是哭。看来是学不会了呢。你们看，流星哎！好美。好希望你也能看到。大哥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你会笑了。你带我飞吗你？有兽小剧场。混沌抓了谁回来喂饱了帝江呢？三足金乌、亮屁虫、流星雨。亮屁虫喂得饱帝江吗？流星雨，你还挺浪漫啊！正确答案是三足金乌。三足金乌，《论衡·说日》中提到，日中有三足乌。三足乌是神话传说中太阳里的神鸟。后来，人们还用金乌来指代太阳，比如韩愈的诗中曾写道：“金乌海底初飞来，珠辉散射，青霞开。”